你有冇諗過100萬唔使可以喺珠海情侶路留低一套頂層複式182方，實用率去到300平方，而且送埋80方嘅露台俾你。我哋今日嚟到珠海情侶路睇一套頂層嘅海景房。嗱，喺屋企就可以睇到一線嘅海景噶啦。嗱，下邊咧仲有別墅同埋高層住宅。咁呢套房咧182方嘅產權，實用面積咧去到300方，仲送埋一個大露台。咁一樓咧就係餐下一體噶啦，前邊係廚房位，4間房嘅，睇下每間房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，仲帶埋中央空調。呢度中央空調空間啦。咁2樓咧係行樓梯上去嘅。咁呢度仲有間兒童房啦，同埋個廚房啦。我哋嚟廚房睇下。呢個廚房咧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咁呢套房咧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，因為廚房出嚟仲有一個生活露台係睇河景嘅。咁呢一套房咧不但只可以睇海景啦，仲可以睇河景啦，雙景都係收入自己嘅眼內噶啦。咁呢邊仲有2間套間嚟嘅。嗱，呢度可以做1樓嘅主人房，因為2樓係成個主人房嘅空間。咁1樓主人房咧空間係非常闊落，同樣可以睇河景嘅。睇下呢間主人房嘅洗手間啦，呢度沖涼嘅位置，之後呢個位置咧仲可以做個浴缸，空間係充足嘅。咁呢邊啦，呢個空間之後可以自己整一個定制櫃喺度，空間就夠用噶啦。咁呢間房望出邊係可以睇到河景嘅。OK， 而家我哋上2樓睇下2樓嘅空間。2樓咧成層係做主人嘅空間嚟嘅。咁呢個客廳位整成自己個休息室啦、休閒嘅空間係足夠嘅。入嚟之後咧就係一個徹徹底底嘅主人房啦。睇下啦，呢間主人房整一個衣帽間夠唔夠女主人用呢？而且呢度望出去係可以睇到海景嘅，景觀係十分靚嘅。入嚟呢度先係主人房嘅空間。嗱，主人房仲有個洗手間，主人房望出去呢就一樣可以望到海景啦。而且前邊係完全冇遮擋嘅，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觀。而且呢一套單邊位，如果你中意呢個戶型嘅話，可以評論區留言666，我 send 啲資料俾你啊。